921地动教育园区光复新村甲林甲花园古迹，即决伫咧台中部方的观光景点。去年7号行政院列入去国家风景区的范围内底。不过，观光的人数并无明显增加，游客就认为讲这是宣传甲规划不足。民代嘛认为讲市府应该甲中央合作，加强来推广。学生用心听导览员的解说，因的正头前就是专台，敢若剩一座的福州式木造的戏台。雾峰林甲花园规个园区是全国上大的国定古迹俱乐群。不过，根据台中市府的统计，去年参观的人次敢若有13万外人，甲被称作邦桥林甲花园的林公园园地，去年有797万7千外人次来比较，两个差61倍。游客认为相关的观光配套甲宣传拢不足。我第一个感觉是，其实我觉得交通有点乱，然后标示没有很清楚。然后其实我有点找不到入口在哪，然后就绕了一圈这样。整个的观光能够起来，那需要非常多的配合。好，比如说捷运有规划将来如果捷运可以在做起来的时候第二个很重要，其实雾峰最适合国际观光客。行政院去年底核定，甲雾峰包括921地动教育园区。光复新村、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、林家花园古迹群等几个地点，总共239公顷的面积，纳入3山国家风景区范围。不过有民代认为，台中市府无重视，嘛无甲中央加强合作。观光学者认为，地方政府推广确实会使搁再加强。行销能力的话，其实地方政府是可能高过这个中央单位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政府它能整合的各种资源其实是相当的多，所以市府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重点来推动。台中市管理局表示，市府拢有甲3山厝密切的开会，目前嘛继续讨论中。3山厝初步决定兴建旅客服务中心，整修光复新村较旧的宿舍，会继续甲3山厝共同推广行销。公视新闻台中报道。